邦旗，执事者各执其事，乐声就位。
第三就位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天理观，就仪观，就位。记者就位。机关就位。
本县官就位。本县官就位。一生中原为寿，东河之曲。自号无形，风来万里。自道无名，欲化开天辟地，造观大地领土，无限可成。迎神之旨意，在于供养苍穹，借以禀告上天，五谷献于功德。诸暨傲天大地，配祭日月云雨风雷诸神。谷中革名，以中月龙，九六
前灯，四海幽同。以最诚敬之心，最谦卑之心，来祭祀上天，红尘和光，护国佑民。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敬喜灯。浩浩苍天，万物本无边，人本无主，此所以配天也。祭天之礼，在于彰显吾们具备之礼乐精神，将心中所求之讯息，由众先佛承驾能行，一一传达上天。一见上见当见四见五见。一套、二套、三套、四套、五套。中华民国106年3月5日，岁日丁酉8月18日，中华民国关照各县领导学者，
不以瘙痒充身，下文明，气度以上，让你前恩，家杨结传，保存辽红，一所必经重的故事，杨结多名上圣驾，天神圣圣驾，观音圣驾，福佑天圣驾，赫赫于应下民之需求。精进善战，邀天见众人一天吉普保利，两岸和平，大道三件事，希望大同乐喜万生开风放天喜，气象业光众神华下贺中华民国万道总会理事长王宝忠，暨万道会董事早先年等候总恭迎。护卫，全体追，全体面向中央走道。全体恭迎凌云上帝、诸天神圣及万千菩萨行5鞠躬礼，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4鞠躬。
勿鞠躬。鞠躬以后，请各位大德把头低下来扶礼，身体随着队伍慢慢转回来。等迎神队伍上到祭台以后，再自动把头抬起来，以表示敬意。请坐下。坐一跪，三上香，一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香，谢谢。